如果你戶口咧突然多咗1萬蚊，千祈咧唔好盲目咧聽人去炒股票，立刻咧就係記低呢3個咧水桶法，幫你穩定累積財富。第一桶緊急預備金，將一部分咧放落一啲高息儲蓄嘅戶口。萬一咧你要換手機啊，有啲緊急嘅錢要用嘅話咧，你都唔使咧就話逼住咧賤賣你手頭上嗰啲股票。呢個咧就叫做咧防守資金。第二桶長期增值嘅，嗱呢啲咧就放落一啲咧低成本嘅美股 ETF 指數基金。咁啊，譬如話咧 VOO 或者咧 IVV， 咁佢哋咧就會可以幫你買到美國500間最強大嘅巨頭企業，佢哋嘅管理費咧係極之低嘅，大概咧係0.03%，就唔使你咧日日咧睇盤，長期嘅回報咧非常之穩定。第三個桶自我投資或者咧去學習，剩低少少呢啲部分嘅錢咧，你去攞嚟咧去買書啦，或者上堂咧提升你嘅技能。或者咧攞少少嘅資金咧去試下你心目中睇中嘅一隻個股，就算咧你輸晒咧都唔會咧傷到元氣啊嘛。投資咧唔係靠賭博嘅，係靠系統。想知多啲咧新手嘅理財嘅報告咧，follow我哋 Wise Path， 一齊咧聰明建構財富。